9月21日，美国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库利特地看望了在白宫前绝食的集中营幸存者。克里斯托弗·史密斯表示，考虑到营地证人和活动人士的要求，他将在本周末之前编写一份决议并提交给美国政府。听着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幸存者的内涵，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再次表示，中国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9月22日，维也纳旅行中心施特凡广场举办了由奥地利维吾尔协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联合举办的维吾尔种族灭绝图片展。此次展览包括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照片、禁放文件和被中国关押在家中的维吾尔人饥饿的照片，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参观者表达了他们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和同情。另一方面，数十名维吾尔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贝亚奇特广场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所谓的零疫情政策下的饥饿和种族灭绝。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运动组织主席洛山阿巴斯和维吾尔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哈科姆伊德里斯在伦敦的活动圆满落幕。据悉，洛山阿巴斯和阿卜杜哈科姆伊德里斯于9月21日上午会见了4名英国议会议员，讨论维吾尔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问题。9月21日晚，纪录片《我姐姐在哪儿》在伦敦巴比肯中心放映。该讲述了被中国判刑20年的维吾尔医生古里辛阿巴斯的生平。一些政界人士和记者也到场观看了影片。当天晚上举行了一场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研讨会。此外，洛山阿巴斯和阿卜杜哈科姆伊德里斯于9月19日至20日在伦敦会见了为维吾尔人挺身而出组织领导人，为联合行动制定了路线。中国外交部周五通报，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乌克兰外长库里巴举行会晤，这是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两人之间的首次会晤。法新社报道指出，北京到现在一直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据外交部新闻处消息，哈萨克斯坦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穆赫塔尔特里乌比尔德出席国际内陆发展中国家集团年度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讲话。作为会谈结果，哈萨克斯坦与多米尼加签署政府间协议，免除对持标准护照、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人员的签证要求，与阿尔巴尼亚签署了相互免签协议。此外，哈萨克斯坦与巴拉圭签署了外交及公务护照互免签证的政府间协议。